使用直覺占卜可以好準，好多人以為做占卜師要直覺好準，一翻牌就即刻講到超準確嘅 reading， 但呢樣嘢嚴格嚟講係好難。就算真係有呢種占卜師，一來好有天賦同信心，通常都係由好多經驗累積翻嚟。不過你唔知嘅係，其實部分占卜師通靈先會做到㗎喎。對於新手嚟講，直覺比較虛無，亂撞又驚講錯，呢啲我都好明白，因為我20幾年前新手時都經歷過。好多人以為直覺係天賦，其實直覺要準確度高，唔係靠估。如果你靠估嘅話，最多中一半，仲要有天賦，否則亂咁嚟，最怕唔小心變咗通靈占卜。真正嘅直覺係嚟自自信心同經驗，所以新手都要不斷練習先至做到，唔可以就咁一開始就靠呢種可能撞彩嘅直覺能力。上堂嘅時候，我會教大家2大有系統方法，幫助掌握準確占卜技巧，唔需要只靠虛無直覺。你哋又有咩方法加強自己直覺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追蹤留言 inbox 我，可以送塔羅自學電子書。知道點樣做到一堂學識占卜？報名實體課塔羅工作坊，每位150蚊就可體驗完整占卜，同埋知道點樣做到啦！快啲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，或者報名塔羅課程 Level 1，名額有限，完成3個 level 同功課可以獲取占卜師證書。上堂見！歡迎追蹤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最新塔羅學習知識。